师兄，戴罪之身，已被青云除名，不敢再称师兄二字。你作为戒律堂的首座，应该知道这个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也没有什么青云门派了，也没有什么首座可以再约束你了。师兄，你自由了。
青云浴血奋战，我们也不会遇见碧瑶、雪琪、曾叔叔，还有师兄师弟们。可是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，我和你也会是很好的兄弟。我们一起上山打柴，做陷阱抓野猪。可是如果不是当年他救我的话，也许我当年就会死在七尾蜈蚣的毒之下。所以到了最后，我还是原谅了朴智师傅。静云，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当中。你说的对，我师父以前也是这么告诉我。小凡，如今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掌门和师叔们不会再责怪你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，师父从来没有责怪过我。往事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。小凡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要不然我去找找他们吧。别去了，让他静静待会儿吧。雪琪，你怎么好像总是一副很了解他的样子啊？七脉会武那天，我看到了他的过去。过去？就在这个村子，他爹娘的死，草庙村的惨案。如今一切真相大白，如果是我，绝对做不到这么坦然的原谅。戒夜一过，古阳宗又要袭击师门。我跟靖宇想了一个办法，大家可以参详一下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说吧。对啊，还像以前那样，都听你的。小凡，听你的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